亲爱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咱继续收听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福音广播节目。我是喜乐，搁再一次伫空中甲咱来三会。这个礼拜画面美丽的单元，喜乐要继续来甲咱分享主耶稣教导咱的祈祷，也就是主祷文。咱先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主耶稣教导咱祈祷讲，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咱在天灵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灵，亲像行伫天灵。阮日用的啉食，今仔日赐予阮免阮的罪，若亲像阮免了人的罪，无互阮拄着试探，叫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礼拜咱要来讲第12段，直到永远。咱对神的敬拜，永远未改变，就是伊对头至尾拢总同款。这份信仰，就是咱内心的心志甲信念。若因为时间空间来改变，而且改变，过来。无存在事实的价值，安尼就无称作永远。拜神的人爱有永远的观念，永远也就是永生。什么叫做永远？无限的空间叫做永远。什么叫做永远？无限的时间叫做永远。伫这个无限的空间时间内面，唔知影起初，嘛唔知影停止，这叫做永远。其实永远嘛叫做永生。伫神是永远活，因为伊是天地主，伊是自有永有的，伊无生命开始，嘛无生命结束。所以咱祈祷的时阵，少念神，伊是永永远远存在的神，伊是永远活的神。所以咱所拥有的，食啉也好，生命拄着代志也好，也是咱祈祷，咱歹事无愿意拄着，咱要爱好事拢会当喜乐平安。这拢好，是不是咱会当定下祈祷，伫永生的路程顶面来追求这个永远？主耶稣甲咱祈祷讲，直到永远。永远是一个目标。听众朋友，咱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或者你即马拄啊伫要回去厝的路呢？你的目标方向有对无？有正确无？毋好啉酒开车，开车的时阵暗暝爱吊开电火，这目标就足清楚。路标毋好看毋对去，看毋对去就驶毋对路，就冤枉。所以永远是目标，伫咱生命的目标是袂当永永远远。比如讲，咱要行善，咱要永永远远嘅行善，一直到咱断开一日。咱要好好学习，人讲食较老，学较老，这嘛是永远。所以目标真清楚，就建立一个心志。永远就是神的心志，神听咱到底，伊就用永生放在咱的心内，互咱有一个永远的观念。所以，我永远是阮爸爸的囝，我永远是阮妈妈的囝，我的太太永远是我的太太，我的囡仔永远是我的囡仔。迄个永远就是你目标真清楚，所以你心志真坚定，会通付出，会通努力。会通奋斗，会通打拼，所以内心足光明的。约伯记内底23章11节一直到16节有咧讲：我的脚追随伊的脚步，我谨守神的道，一丝仔都无偏离。神嘴唇的命令，我拢毋捌来背弃。我看重伊口中的言语，过得我所使用的饮食。只是神的心志已经定，啥物人会当叫伊转移呢？伊心内所愿的，伊就行出来。伊向我所定的，就得到成就。这款的事，伫伊也有足多足多。所以我伫神的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个事，我就惊伊。神互我送胆，全能者互我惊惶。我的恐惧毋是因为黑暗，嘛毋是因为这个幽暗蒙蔽我的面。做事的人伫约伯记内底。清楚安尼讲，人毋是惊歹人，人毋是惊歹事，
咱无必要惊东惊西，但是咱要敬畏、内心惊吓是咱得罪神，所以无找到真神，那传就有人背弃光明，无认捌光明的道路，当然嘛无住伫光明的厝内，也那呢，咱的生命进入幽暗的恐吓，所以就真惊吓。听众朋友，咱毋免惊吓，主耶稣伊就是天顶的神，伊来到世间，伊带来慈悲，带来爱，带来怜悯。伊的爱好顶的长、宽、悬、深，伊对咱疼痛是永永远远的，伊阁互咱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清楚甲咱讲，肉体、外表、外貌，这拢无益的，这拢一丝仔都无益处。但是主讲的话，就是活命，就是灵，是属灵的哦，是真正生命道路、平安的福气，也这个认真的一种应许。主耶稣都安尼认真甲咱应许，咱敢无放胆行伫主的路林呢？直到永远，就是甲咱讲，伫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毋知起初，毋知停止，但主咱的神，互咱一个永生的道路，直到永远，就是互咱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咱要得到永生，互咱有真坚定的心志，咱要行伫永生的道路顶面，成做光明的儿女，所以永远咱拢会通来遵行神爱咱所行所做的。所以阮伫遮发声，嘛咧传扬神耶稣基督的名。有机会，阮犹原共款，一丝仔都毋敢来顿地，我嘛要永永远远来传扬主的名，因为直到永远，会通证明阮的心志，会通证明目标，佮互咱行伫光明的这个行事做人内底。愿天父真神耶稣基督的爱临到咱，互咱会当永永远远拢来见到神，互咱当永永远远来得到神，也着耶稣基督伊慈悲的怜悯，互咱永永远远拢伫神的国度内底享受永生。感谢收听。